带去读唐诗。江台夜思，作者魏宗。清色晚遥夜，绕弦风雨哀。布丁闻楚角，残月下江台。芳草已魂无，故人思未来。相思不可寄，秋雁游南海。简介：魏宗是长安的人士，传说是成唐魏应物第4代子孙。这首呢是伫战唐元年天下大乱，人在异乡的传说所写秋夜思乡成名的佳作。清色晚遥夜，绕弦风雨哀。诗词歌赋这类诗呢，拢甲离愁别分息息相关。冰冷25条的弦线，只要发声呢，就敢像凄风苦雨不断糟蹋而来。长夜漫漫，独听这款不愁而愁的乐声，倍感凄凉。布丁闻楚角，残月下江台。冰冷如果那是描写困境，这联呢是游君游远，布丁独坐，因为苍凉悲切楚角的呼声，使内心的愁思雪上加霜。不知不觉，心猿意马，好像飘回遥远的家乡长安城。长安的街道，拢正足水流潮，所以世称长大柳。这句呢，就是谣书应暗长安京城，应该是残月微凉，更加增添清灵婉丽的凄凉。布丁残月，楚角江台，那对仗完美，也碰见诗题夜思。芳草已魂无，故人思未来。无情的光阴，敢像芳草共一般，春天绿叶悠悠，刹那间春去秋来，又要变黄变凋零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望眼欲穿，丝毫都等未到，要等的亲人告出来传说。这个意甲这个词两字呢，将沧海桑田、物是人非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相思不可寄，秋雁游南海。将情六句柔肠寸断的夜思，像海陆北川，总归在尾联细细倾诉。黄沼造反，像星火燎原，牵动天下大乱。了传说以外呢，处处拢是烽火连天，兵荒马乱。临沂是东东蜀国的宰相，一方的书信也寄未出传说。我在看见了成行结队的颜鸟，纷纷南飞的撇寒过冬。转眼又是秋去冬来尽，渐渐伤情，将归首夜思的意境推向绽放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